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，荣耀尊贵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，荣耀尊贵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，耶稣我的主。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，耶稣我的主。荣耀尊贵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主，你是配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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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敬拜。接下来，咱来唱《充满我》。咱来恳求主充满在咱的生命当中，充满咱。我的心唯有你，我的灵渴慕你，我全人献给你，以全心赞美你。举双手敬拜你，深深说我爱你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我渴望亲近你。我的心唯有你，我的灵渴慕你，
举双手敬拜你，深深说我爱你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我渴望亲近你，充满我，浇灌我，使我灵的满溢，充满我，接近我，更新我，充满我，滋润我，让你爱来围绕我，我的神，我的事属于你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唯有你，我的灵渴慕你，我全人献给你，你全心赞美你，举双手敬拜你，深深说我爱你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我渴望亲近你。主啊，来充满我们，充满我，浇灌我，使我灵的满溢，充满我，接近我，更新我，充满我，滋润我，让你爱来围绕我，我一生，我一世属于你。主啊，求你充满我们，充满我，浇灌我，使我灵的满溢，充满我，接近我，更新我，充满我，滋润我，让你爱来围绕我，我一生，我一世属于你，我一生，我一生，我一世属于你。这耍的那群新的意向、新的方向。有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
基督里一切都要可惜，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。主啊，我们要向你呼喊，全地都要渴望。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。天要敞开，恩膏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。主，我愿你来，神灵引领，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再次来向我们的上帝来呼喊，求基都要渴望。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。天要敞开，恩膏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。呼喊荣耀的主，愿你来，神灵引领，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神灵引领，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接下最后一首，咱来唱坐伫宝座顶献给勇哥。来用这首歌来讲做咱的儿乐，因为伊是看伫咱的敬拜，伊是看伫咱儿乐的上帝，咱要来敬拜伊。坐伫宝座顶献给勇哥，万恩的敬拜阿乐，古早现在的高永远，只有你是全能上帝。坐伫宝座顶献给勇哥，万恩的敬拜阿乐，阿乐尊贵的要关系，荣归定你的高永远。万荣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只有你看得敬拜甲顺从。万荣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愿被刻骨你生命的高永远。坐伫宝座顶献给勇哥，坐
这里宝座点心给有个，我能明白阿乐，可在现在的高音吧，只有你是全能上帝。这里宝座点心给有个，我能明白阿乐，我乐出归因要关系，龙归的你的高音我。万能的哦，万主的主，只有你看的敬拜甲顺从。万能的哦，万主的主，我每个鼓励生命的考验我，万能的哦。哦，万主的主，只有你看的敬拜甲顺从。万能的哦，万主的主，我每个鼓励生命的考验我。我每刻鼓励生命的考验我。咱将下面的时间交予曾牧师。用祈祷来开始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带着较无的心来到你的圣殿，阮恳求上帝你用你的话以及圣神来把助阮的心神，用你的光照伫阮的内心，互阮看见家己的欠缺。愿你的圣神运行伫会中，互阮伫你的面前静静听。阮恳求上帝你通过阮所得到对你来的信息，改变阮生命，阮的心思意念。也因为阮的改变，互阮的家庭甲教会拢受祝福。阮将下面的时间来交伫你，愿主你对阮讲话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所有圣名，阿门。现在来当咱坐较头前，吼，咱坐较头前。咱下面的时间，咱要来请马约翰牧师对来甲咱分享上帝的话，咱将咱的心，咱用安静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。好。来，投影片阿金，我读今天的经文哈。我们一起同心我们同声我们开口来阅读今天的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启示录第10章第8节到第10节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声音，又吩咐我说：“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。”后来我从所听见对天使比来迄个这讲的吼，咱个一个用台语，下面这是台语。后来我前所听见对天来迄个声，搁一摆对我讲：“你去摕骹搭海甲地迄个天使手中迄个管，踢开一切。”
第19节，我就走到天使那里，对他说：“请你把小书卷给我。”他对我说：“你拿着吃尽了，便叫你的肚发苦；然而在你口中要甜蜜。”第10节，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，都吃尽了，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。吃了以后，肚子就觉得发苦。阿们。咱要嘴答是因为咱需要上帝的话，愿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灵魂得到神的喂养。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马牧师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的题目是吃这本书，吃这本书。刚刚我们念这个经文，这个英语很特别，一个天使有一脚在海，一脚在土地，他拿上帝的话，他讲到什么？他讲到上帝的话。约翰很感动，他拿他的笔记本要写下来。可是一个从天堂来的声音说：“不要写下来，你拿这本书，吃这本书，吃这本书。”他的意思是让上帝的话进入你的耳朵，进入你的身体。他要上帝的话进入人的生命，要我们用上帝的话讲道，用上帝的话唱歌，用上帝的话教导，用上帝的话祷告，用上帝的话活出。上帝的声音告诉约翰吃这本书，让这本书进入你的肚子，进入你的血管，你要咀嚼，然后要存，所以可以成为你的肉，可以成为你的身体。我很喜欢吃巧克力，如果我吃太多巧克力，很快你会看得到这个巧克力在我的身体啊。上帝的话是这样子，如果你爱吃上帝的话，你的生活会不一样，你的生活真的会不一样。所以一个老师彼得森，他写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是《圣经好好吃》。其实刚刚念这个经文，有的时候我们吃上帝的话跟蜂蜜一样甜。譬如说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好牧者。我已经当牧师那么多年，应该这里的牧师有一样的经验，常常我预备人的告别礼拜，他们常常说：“马牧师，可不可以用诗篇23篇？”我们台湾没有那么多羊，可是台湾的基督徒也很喜欢23篇，会安慰我们，会鼓励我们，跟蜂蜜一样甜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读经文，让我们肚子不太舒服，因为有的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挑战。要爱你的仇敌不容易啊，让我们的肚子不舒服啊。其实我们读上帝的话，我们发现圣经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不一样，圣经跟别的书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吃这本书，我们念这本书的目标是遇见上帝，是遇见上帝。其实这本书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世界。以后我们要看一些图片，
圣经的图片，在很多故事我们会看得到，上帝的世界跟我们安排的世界不太一样。后面的人会来前面，前面的人会去后面，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经验影响圣经，我们应该让圣经的经验影响我们的生活。因为上帝的话会挑战我们，会让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。圣经的目标是改变生活，不是只是放资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，这是我们的营养。你刚刚说你是一个教人营养的老师，怎么说？中文怎么说？你的工作，以前的工作呀，对呀。你说中文怎么说？营养啊，是教人吃的健康。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健康的食物。让我们吃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们会成为不一样的基督徒啊。我们会开始看别人的需要，我们会给口渴的人一杯水喝，我们开始要离开我们的习惯的地方去传福音，我们会跪着洗别人的脚，我们会敬拜神。所以我们不需要更多资料，我们需要让上帝的话改变我们。我读华语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些句子有很多意思。譬如说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。如果我安排跟我的朋友在捷运站见面，我晚5分钟，我的朋友会说没有关系。可是如果我晚30分钟，他会说没有关系，有一点点的关系啊。如果我迟到45分钟，他会说没有关系，很大的关系啊。语言塑造我们，我们如何用语言塑造我们的了解？所以在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语言，会塑造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。不要忘记，圣经是很大的故事，旧约跟新约是很大的故事。这个故事邀请我们进入这个故事。好，我先告诉你我的故事。我住台湾神学院在阳明山，昨天我说的。每一次夏天的时候，我走路到公车站华信中学的对面。如果礼拜六早上我要去教会服侍，太阳很大，我会流汗。有一天我去公车站，我站在那边，太阳很大，我忘记我的太阳的眼镜。所以我等公车来以后，从这里看到公车来，我请他下来。他下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不是台北市的公车，是游览车。他开门说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是台北市的公车。”再一次他说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我说：“我要去士林捷运站。”好，上车，我们送你去。没有客人啊，除了司机跟拿麦克风的人。所以他们送我去士林捷运站，一个人在2楼，他们都在前面开车。我刚刚说这个故事，可能你有很多感觉，你在哪里进入这个故事？第一个我说，夏天台湾的太阳很大，你们都可以认同。我们都有这个经验，流汗。可能你在公车站等公车来，你也有这个经验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是一个游览车，可能一部分的人说，如果是台湾人在那边，他不会停下来啊。所以故事偶尔邀请我们进入，可是偶尔故事会让我们认同或是不认同。其实以色列人是会说故事的人啊。
你们记得大卫王，以色列的大卫王，大卫王是国王，什么他都可以拿。我们也记得那个时候没有冷气，所以他们会去屋顶走一走。有一天，大卫王在屋顶走一走，对不对？以后他看到一个美女，他说：“哇！”他告诉他的仆人：“让他来，让他来。”可是这个美女不是他的太太，是别人的太太。然后他跟这个美女有关系，以后这个太太怀孕了，他没有办法对君王说我不要去，他一定要去，他是一个破坏者。大卫王听到这个女生怀孕的时候，他说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我知道，他的先生是军人，他在外面帮我保护我们的国家，我请他回来，所以他回来。他说国王回来了，他说你很辛苦，你回家跟你的太太一起睡。他说国王不行，因为别的军人都在那边，他们没有办法回家跟他们的太太在一起，我都睡在你的门外。大卫王说一个艺人啊，很麻烦啊。然后大卫王思考，想一想我应该做什么好，我让他喝醉。所以他说好，来，我们一起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以后他喝醉了，他说现在你回家，因为他要这个男生以为这个孩子是他的，不是大卫王的。可是这个军人非常好的人，一个艺人，他喝醉说不行，如果我回家，别的军人没有办法，我睡在你的门外。大卫王说糟糕，好，我要安排他回去，放他在第一排，然后别的队军人会杀他，以后他死掉。然后你思考，这个女生应该心很痛，这个孩子不是她的先生的孩子，是君王的孩子，还有君王安排杀他自己的先生，非常不公平的事情，没有公义啊。大卫王以为没有问题，他处理这个问题，常常第一罪带领第二罪犯罪，第三罪犯罪，所以上帝非常不高兴。所以上帝安排一个先知，你记得他的名字吗？拿但，他来跟大卫王说话。我认为以前我在神学院讲道学，我告诉我的学生不要用前门，用后门。我告诉你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拿但很特别，他没有说大卫，上帝对你不高兴。拿但说什么？大卫王。以前有一个牧羊人，大卫王说我也以前是牧羊人。有一个牧羊人，他有一群很多羊，他是有钱的人。他说可是有另外一个牧羊人，他很贫穷，他有一只羊而已。大卫王说很可怜。可是有一天，这个有钱的人有客人，他不敢杀自己的羊，所以他把贫穷的人把他的一只羊偷走，杀他给他的客人吃。大卫王认同拿但的故事，他说这个人不对。拿但很厉害，这个人就是你。没有用前门，他用后门说这个故事。以后大卫王认同这个故事，以后发现上帝知道他把别人的太太偷走啊。然后大卫王写一个认罪祷告。如果今天晚上你有机会看诗篇51篇，这是大卫王的认罪祷告。所以圣经不是只是告诉我们故事，圣经邀请我们进入这些故事。
这些故事成为我们的故事。那我不知道，在这个故事，你认同大卫王，你认同这个女生，你认同她的先生，你认同拿单。可是我们偶尔圣经的故事成为一个景色，我们看到自己，看到自己。所以现在我要你看一些图片，不要忘记，圣经是一个东方人的书，不是西方人的书。都在中东，中东不是中西。大部分我的图片都是东方人，不是西方人啊。耶稣不是西方人，他是东方人啊。所以这是上帝创造世界。每一个早上，今天我跟陈牧师我们讨论，每一个早上是新的，好像每一个早上上帝画画，太阳不同的颜色，晚上他也画画，星星。我们预备下个礼拜中秋节今天我都看月亮。下个礼拜一定会下雨，每一次中秋节人都去屋顶烤肉都下雨啊。可是这个大大的月亮在那边啊，上帝创造很美的宇宙，有白天有晚上。这是什么故事？一对夫妻，3个客人，亚伯拉罕跟撒拉。这个故事很特别，因为亚伯拉罕看到3个客人都没有脸，对不对？他是东方人，所以他都招待客人啊。可是其实不是他招待，撒拉最辛苦啊，要预备晚饭。这个画画的人，他是华人，他特别给撒拉这个。如果你看佛教观音的铜像，他都有这个，代表恩典。可是这个不是佛的恩典，是耶和华的恩典啊！因为那么老的先生太太都没有生孩子，以后3个客人他们是上帝，为什么有3个？我们不知道，有人说因为3位一体，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。一个客人，上帝说亚伯拉罕，你的太太撒拉会生一个儿子。我们都知道，撒拉听到这个，他做什么？笑了，怎么可能啊？以后上帝说亚伯拉罕，为什么你的老婆笑了？他害怕。老婆，为什么你笑了？撒拉说：“我没有笑了。”上帝的耳朵没有问题，他听到，他笑了。可是以后撒拉生一个儿子，叫他什么名字？以撒。希伯来文以撒的意思是笑，所以每一次他呼叫他的孩子回来吃饭，笑回来吃饭。去年我在这里用这个经文讲到礼拜天。我用一个例子，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超级市场，可是如果有超级市场的时候，撒拉要买尿布给他的孩子，别的年轻的妈妈说：“哦，你要买这个给你的孙子吗？”撒拉笑了说：“没有，给我的儿子啦。”上帝的恩典那么大，这是什么故事？那么多动物，有船，挪亚挪亚，这是什么船？对呀，本土化，让我们的信仰在台湾可以看得到上帝的爱。挪亚也很特别，很久没有下雨，可是上帝告诉他，你盖一个方舟，以后放动物在那边，会下雨40天啊。这是什么故事？摩西，摩西在旷野以后，上帝用这个方法对他说话。
这是大卫王，他的哥哥们他是最小的。我们以为看外表，上帝一定会选择老大，或是老二，或是老三，没有。他说不是他，最后是最小的，成为君王。然后这是新约，这是玛利亚，耶稣的妈妈，跟天使。我很喜欢用不一样的艺术代表上帝的话。天使来告诉玛利亚，我们认为她是一个女孩子，15岁左右。她说：“你会生上帝的独生子。”玛利亚说：“怎么可能？我还没有结婚。”可是她说：“圣灵会来，让你怀孕。”可是玛利亚有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她有男朋友，怎么告诉她的男朋友这个情况？非常不容易。那个时候没有手机，可是如果有手机，你思考玛利亚打电话给约瑟，约瑟，玛利亚，玛利亚，我很喜欢听你的声音。约瑟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。什么事？你先要听好消息或是不好的消息？好消息就好了。我怀孕了。不好的消息呢？这个孩子不是你的。约瑟真的很辛苦啊，真的很辛苦啊。所以圣经说什么？他回家睡着了。偶尔我们问题那么大，我们最好的方法是回去睡着了。可是他睡觉的时候，天使回来，在他的梦告诉他，这个孩子真的是上帝的孩子，约瑟要当他的爸爸。所以他们看玛利亚越来越胖，还没有结婚。我常常去台湾的原住民部落，在原住民部落有一个特色，部落的阿嬷、奶奶都是部落的眼睛。每一个部落有这种的奶奶啊，他们都知道部落的情况啊，他们都在路边都看。都倾听。如果约瑟跟玛利亚回去他们约瑟的部落，这些3个阿嬷都在路边看他。第一个阿嬷说：“你看，这个女孩子怀孕了。”第二个阿嬷说：“对。”她说：“这个孩子是上帝的。”第3个阿嬷说：“对，最好玩是她的男朋友相信她。”非常不容易。那个时候，你思考这个，他们的位置非常不容易啊。他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意思，可是应该很多人没有办法相信啊。可是他们回去约瑟的家，可是回去以前，玛利亚去看她的表姐。他的表姐什么名字？伊丽莎白。她跟撒拉一样，已经变老，没有办法生孩子，可是她也怀孕了。这是在法国太子的礼拜堂，我很喜欢这个，我拍照，因为你不常看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。哪个是约翰，哪个是耶稣？这是约翰，因为他跪着敬拜他的表弟，他的主。这是玛利亚，这是表姐啊。他探访表姐，表姐说：“怎么可能？我的主的妈妈来看我。主的妈妈这是表妹，她看她长大了。可是耶稣来的时候，完全改变关系啊。还有，施洗约翰在妈妈的肚子开始跳舞。”玛丽，玛丽，替耶稣什么？妈妈不一定他唱这首歌，这是马牧师的版本啊。但意思是他真的跳，他的妈妈知道未来他的孩子要预备耶稣的道路。很美的故事。然后约瑟要预备帮助玛利亚回去他的老家伯利恒。他们到伯利恒的时候，这是玛利亚约瑟在后面啊。
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。约瑟是爸爸，他有很大的责任。还有你思考，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，是上帝的独生子。约瑟的压力很大。上帝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不一样，所以我们都知道他们去后面的马槽。然后你特别看到什么？在这是一个东方人画画的，你看到什么？耶稣拿什么东西？苹果。我不认识这个画画人，所以我没有机会问他。苹果可能有2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是平安，耶稣带来平安；第二个是第一个犯罪在创世纪的时候，夏娃跟亚当吃水果，所以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不知道。还有你看到这是什么？莲花。为什么玛利亚的衣服有莲花？可能画画的人认为耶稣道成肉身，在我们的佛教的文化给每一个人福音。还有你看到牧羊人，我们不知道这是约瑟或是这是房东，可能是约瑟。我们也看到天使。这是一个台湾原住民的玛利亚跟约瑟。我很喜欢教导本土的，让我们认同这个故事。这是汉人的马槽。我很喜欢约瑟用乐器啊。这是比努约么样另外一个祖传，原住民的祖传啊。然后耶稣出生后，天使来告诉牧羊人，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牧羊人找不到别的工作，他们常常有不好的背景啊。应该每一个晚上他们的工作都一样。好，来，很无聊啊。可是这个晚上天使来的时候，完全不无聊，都唱歌。然后他们离开他们的羊，去玻璃行敬拜耶稣。如果你是玛利亚，这些牧羊人来看你的孩子，应该你不太了解，应该你说约瑟小心一点，我们不认识他们，还有味道不好啊。可是不要忘记，牧羊人是以色列人、犹太人、犹太教，他们来敬拜耶稣啊。没有地位的人，耶稣来拯救他们。可是第二个客人是谁？第一个是牧羊人，第二个是谁？不是外国人、外邦人。他们花1年从他们的国家也去玻璃行，他们带礼物，什么礼物？3个礼物，什么礼物？我想是放在人已经过世的有点怪怪的礼物，送给一个小孩子的。这个代表是一段时间后，耶稣会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。应该玛利亚那么年轻，约瑟都不太了解，那么多客人来敬拜他们的孩子。然后约瑟要带他的太太、他的儿子去埃及，因为希律王要杀他。他们去埃及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这个。这么说，移民到别的国家的人有什么？人移民到别的国家，什么名字 ？Immigrants 哈，不是新住民，移民啊。耶稣也是移民啊。你看，他都睡在妈妈的身边，因为他有平安。可是玛利亚应该都担心，因为他们要搬到埃及，离开他们的国家。
耶稣12岁的时候，他去圣殿，对不对？跟老师一起讨论事情啊。可是妈妈爸爸已经离开耶路撒冷，在路上要回家，应该有很多家人没有注意耶稣不在。以后他们发现他们回去耶路撒冷花3天找他，然后他们叫他在圣殿跟那边的老师谈话。玛利亚说：“孩子，你都不认为你的父母亲很紧张吗？”耶稣的回答呢，这是马牧师的版本。你以为我都在这里打电动吗？没有，我做我的天父的事。我做我的天父的事。意思是，耶稣已经有这种的智慧，这种的智慧。然后耶稣长大后开始他的侍奉，他的表哥施洗约翰给他洗礼。为什么耶稣需要洗礼？因为施洗约翰的洗礼都是悔改的洗礼，耶稣完全没有犯罪，为什么他需要洗礼？可能这个代表他进入水的时候开始认同我们，放我们的罪在他的身上。施洗约翰说：“我不应该给你洗礼，你应该给我。”耶稣说：“这是上帝的旨意。”我们都记得，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，以后一个从天堂来的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。”所以耶稣进入旷野，面对魔鬼的试探，他已经圣灵跟他同在，还有他知道他的身份，他是上帝的爱子。然后耶稣呼召门徒，我很喜欢这个照片，因为好像他已经决定了，他快要决定，他还思考，他还拿他的欲望还没有决定啊。离开你的旧的生活，开始一个完全新的生活，跟随耶稣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这是彼得在船上，耶稣说来，可是彼得害怕，然后需要耶稣救他。这是什么故事？约翰福音第3章，尼哥底母一个法利赛人，晚上的时候来找耶稣。为什么他晚上来？害怕别的法利赛人会发现他要成为耶稣的门徒。其实他很勇敢啊。然后第4章，约翰福音第4章是撒玛利亚妇女，是中午的时候，他来，耶稣都了解他的背景啊。这是谁？撒该撒该爬树，因为他要看耶稣。你知道吗？撒该是税吏长，非常不好的人。可是耶稣说：“今天我要去你的家。”他们呢？长老、执事、敬拜团、牧师都不高兴啊，对恩典碎碎念。因为他说：“为什么耶稣要去他的家？他是不好的人。”可是耶稣去他的家的时候，完全没有骂他，爱他，撒该悔改。他说：“我要给我所有的一半的钱给穷人。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悔改，我还没有给我所有的一半的钱给穷人啊。还有我欺骗谁，我要还给他们4倍。”这是什么故事？有100只羊，一个迷路了，耶稣离开100只羊，然后找到这个。所以有3个比喻，第一个是迷路的羊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对，他都扫地，然后邀请他的朋友来快乐排队。第3个是什么？羊、钱、儿子。这是3句肉。
我很喜欢这个，因为这个画画的人让这个爸爸有耶稣的样子。以前我在花莲，我不知道二林区，可是在东部以前我住台东，每一个礼拜三我们有家庭礼拜。家庭礼拜是一个机会休息，因为白天这些农夫都很累，他们去家庭礼拜，牧师开始讲道，他们都，然后他们说吃水果，他们起来吃水果啊。所以有一次我在花莲一个太鲁阁的教会，太鲁阁族。牧师说：“妈妈说我要你讲道。”我说：“我的目标是不让他们睡。”所以我用这个故事。我说：“你们1/4的人是爸爸，你们1/4的人是妈妈，你们1/4是老大，你是老二。我们要一起念这个故事，然后我要你认同分享。”所以妈妈的小组说：“马牧师，这个比喻没有妈妈。”我说：“2个儿子一定有妈妈。好，你们是妈妈。”爸爸有一个长老，长老是这个爸爸的小组，所以我先给爸爸的小组分享。这个长老说：“我不喜欢这个故事。如果每一个父亲跟这个父亲一样，孩子都会变坏。”我非常高兴，这个长老开始跟上帝的世界摔跤了。这个故事的特色是，就是我以前牧会在美国牧会，隔壁有一个教会是浪子的教会，他们的礼拜堂的前面有这幅画。你看，爸爸看老二，妈妈看老大。我都思考是不是老二的女朋友，因为她回来了，有住他以前的生活。我们都记得老二在旷野的时候没有钱，他很饿，饥饿。他说：“我要回家，告诉爸爸，爸，我不要当你的儿子，我要当你的仆人。”可是他永远是他的爸爸的儿子，所以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跟爸爸说这句话，爸说：“给他最好的衣服穿，给他最好的鞋子。”可是老大在外面工作，老大的态度是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都在田里工作。他听到这个音乐，他问仆人：“这是什么音乐？”他说：“你的弟弟回家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弟弟，我没有弟弟，我没有弟弟。”他说：“你的爸爸说你有弟弟呀。”然后第二次，这个爸爸离开家里，第一次是欢迎老二回来，第二次是欢迎邀请老大进入。我们都知道，老大说：“不公平，我都在这里。”这个儿子他没有说我的弟弟，他已经以为他跟他没有关系，他浪费我们所有的一半的钱，不公平。爸爸的回答好美，爸爸说什么？老大，这个都是你的，最重要是我跟你同在。我的爱是永远的爱，可是你的弟弟迷路了，现在找到了，他过世了，现在复活了，请你进入。老大会不会进入？我们不知道。耶稣的故事在那边听着，给我们认同，我们是老二，或是我们是老大。这是什么故事？好撒玛利亚人。那如果是21世纪，可能这是习近平，这是蔡英文。真的，最不可能的人，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不能帮助，彼此帮助，或是这是川普，这是习近平啊，或是这是普京，这是川普啊。最不可能的。耶稣说：“这是你的呼召，你要帮助你最不可能帮助的人啊。”这是什么故事？
两个姐妹，马大、玛利亚。另外一个我很喜欢这个，马大有包子的，他不要看玛利亚，你看我食物啊。这个故事很多人不太喜欢，因为马大那么认真服侍耶稣，这是好事，真的是好事。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态度。偶尔我们那么忙服侍上帝，我们忘记上帝。这是马大，偶尔我们的危险啊。耶稣很喜欢小朋友，很喜欢小朋友。以前我第三间教会有很多小朋友，我都鼓励他们跟我们一起做礼拜。有的时候，一个小孩子，我讲道的时候会哭，大声，隔壁的人在礼拜堂会做，我都听着讲道。我说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声音真的好听，因为耶稣说欢迎小朋友，我们很高兴他在我们的当中。这些不高兴的人说，耶稣说我们要欢迎小朋友，因为小朋友成为我们的老师，他们常常有喜乐，跟他一样。他的名字是什么？刚刚他叫什么名字？他现在躲起来啊，他也有喜乐。我们也有别的小朋友在我们的当中，感谢主啊！小朋友5饼2鱼分享他们的便当，耶稣喂养5000个人。这是一个布农族的画画，一个艺术家画画5饼2鱼。这是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，他看到这个都市，他流泪。他没有流泪，因为他要被钉在十字架，他流泪，因为他们不认得他。上帝在他们的当中，他们不认得他。我住阳明山，每一个晚上从我的宿舍，我为台北市的人祷告。耶稣在我们的当中，我要每一个台湾人可以看得到，接受这个爱。耶稣用最不可能的交通的方法进入耶路撒冷。如果是现在的耶稣，他不会骑驴，他会骑这种的摩托车，后面有这个鸭什么 squid 一种的鱼啊，他会用什么在海里啊有一种的鱼，它有自私的。他们说这种的摩托车后面有很多，有一个泰语的什么名字的？这种的摩托车后面啪啪啪啪啪啪，有很多烟啊，怎么说？应该耶稣如果现在进入耶路撒冷，他会骑这种的东西啊，最谦卑的。然后最后一个晚上，耶稣要洗他的门徒的脚。可是彼得不愿意。耶稣说：“如果我没有洗你的脚，你跟我没有关系。”这是非洲人画的。然后他喂养他的门徒，最后包裹犹大。我放这个照片在台湾神学院的401教室，因为我不要我的学生上课睡着了。耶稣有3个门徒说：“你没有办法陪我祷告。”他们都睡着了。然后犹大卖耶稣。这是昨天晚上我谈彼得。这是彼得，这是这个女生说：“我知道你是耶稣的朋友。”她否认过耶稣3次。然后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。
应该是他的妈妈最难过。我很喜欢这个，因为天使也流泪。这是复活节在空的坟墓。为什么大部分的画天使的头发的颜色都是黄色的？圣经没有说这句话。所以这些画画的人都是东方人，都给他们黑色的头发。这是以马忤斯，昨天我谈这个，耶稣是一个陌生人。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画画的人那个是耶稣。每一次我用这个在我的课程，我请人投票，这是耶稣，这是耶稣，或是这是耶稣。每一次一定有3种的看法。这是艺术的美，我们有空间。这是我很喜欢这个以马忤斯，因为有百合花，代表复活。后面的路是蓝色的难过，前面的路是红色的。耶稣的手很大，我很喜欢这个。还有槟榔树，耶稣波病后，他们认得他。这是一个排湾族一旦传道画的圣灵降临。明天我会用这个。保罗信耶稣后，他的生活更辛苦啊，可是他都快乐。这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马太福音28章，你要处处传福音，差遣他们。所以圣经是非常丰富的书。每一次我去，不是每一次，常常我去青年的活动分享，我问台湾长老教会的青年，读圣经重不重要？大部分的青年说重要。然后我问他们，你每一天读圣经吗？很多青年看他们的鞋子，拍谁啊？以后我问他们，为什么你不常看圣经？他们常常给我3个理由。第一个，我看不懂。这是为什么你要那么好的牧师们可以教导你们呢？第二个，他们说圣经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。我们刚刚看圣经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呀。第3个理由，他们说牧师，圣经很无聊。我说一个人复活是无聊的事吗？圣灵降临是无聊吗？如果你以为圣经很无聊，你还没有读圣经。所以今天晚上我的目标是，如果你已经有每一天读圣经的习惯，加油，继续。如果你没有，今天晚上开始。我鼓励你选择马可福音最短的福音书，每一个晚上或是早上读一部分，默想这个经文跟我的生命、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。差不多17年以前，我发现我晚上灵修读圣经的时间，我没有科目。那个晚上，我马上说圣灵，求你赐给我科目，你的话语。好像上帝开灯，我马上科目上帝的话。从那个晚上到现在，每一个晚上我都科目上帝的话。科目今天上帝要对我说什么话？圣经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明白，不是秘密，圣灵会成为你的老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吃这本书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你，上帝赐给我们你的话语。谢谢你，圣灵成为我们的圣经的老师。
谢谢你，上帝。圣经的人物都不是完美的人，都有问题的人，跟我们一样。可是你好好用他们。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渴慕你的话语。求你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营养。求你用你的话语塑造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。谢谢你，上帝赐给我们那么宝贵的礼物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谢谢马牧师今天晚上用这么的生动的方法来激励我们，知道说圣经其实是一个很美的我们的生命的信息啊。他讲了很多的故事，我也希望这些故事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与耶稣的故事。我们感谢上帝啊！你们认为圣经重不重要？啊，你们有没有读圣经？拍谁啊？免拍谁哈？牧师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。刚刚开始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好像安眠药，只要你读了圣经，晚上都好睡啊！一圣经打开就开始读啊。有一种生活习惯啊，我上个礼拜研习会的时候，他说，人上了年纪，晚上打开电视就睡着了，然后他太太把电视关起来，他就醒过来了。有一些人他一定要有电视的声音啊陪着他睡觉，他才安心。我就是那种人哈。我看电视并不是一定要看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好像有人陪伴摇篮曲，然后睡着。陈牧师只要把电视关起来，我就醒过来了。我就骂他说：“你不要吵我，你睡你的觉哈。”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享受神的话语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很难了解读圣经。古早拢干来，阮咧读册时拢家己自嘲，读册愈册哈。但是总有一天，一个不喜欢读书的孩子，他会跟上帝求说：“上帝赐给我一辈子读书的机会。”我从小很讨厌读书，我那当考60分，我袂去变61分。因为我感觉读册拢替阮爸读的，直到有一天我才觉得读书，爸爸妈妈要我读书是有道理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享受读圣经的喜乐愿神的话语真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谢谢。牧师要邀请你们用祷告来做结束。牧师要邀请每一个人先闭上眼睛，安静下来。你跟着牧师的分享，你在你自己的跟上帝面前做这样子的祷告。上帝，求你让我享受读圣经的快乐。上帝，求你让我享受读圣经的祝福。上帝，求你让我享受读圣经的好处。上帝，我将我的耳朵打开，恳求你对我说话。亲爱的圣灵，求你用你的方法，将上帝的话写在我的
心思意念。上帝，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的孩子。上帝，我们为今天晚上所听的信息，求你让所有的信息成为亮光，造就我的信仰，造就我的生命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为了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。我们都是渴望读圣经，求你让我们不因为太忙碌而失去了读圣经的快乐。求你让我们不要太忙碌，让我们失去读圣经的祝福。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以你为优先，调整我们的生活的脚步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有正确的、属灵的、圣洁的、神圣的快乐。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快乐的一个晚上，求你让我们继续成长在你的圣灵的里面。谢谢你赐给我们好的教导者，我们在你面前用感恩的心求你祝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，希望我们过一个快乐的晚上。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带着喜乐的心来做礼拜。我们谢谢马牧师。谢谢。好，咱跟咱身边的弟兄姐妹说，耶稣爱你哈。那我们耶稣爱你。